由台南市议会秘书处主办，台南市历届议员联谊活动3号中昼伫个议会1楼大厅来举行，总共是开超过15桌，吸引将近150位历届议员共同出席。上高龄的有95岁的马树凯甲新在兴议员，包括议长郭信良甲市长黄伟哲，以及多位现任第3届市议员嘛拢到场，欢迎前辈议员回娘家。我做着议长了后，我一直咧家己要求，台南市议会毋是议员的议会，是所有台南市民的议会。所以台南市议会伫对外是共同市民的议会。台南市议会议员，那就是一个政党共款，政党内底有足侪派系。啥物党就相共，国民党、民进党嘛相共。议会就是一个政党，议员会当各自表述，但对外议员是一定要团结的。议员若是假使无分政党，受到外口无公平的攻击，或者是污蔑，我是一定挺议员。所有台南市议会议员嘛会挺这个议员，袂去讲啊你是。民进党的议员拍是好应该，啊你是国民党的议员骂是应该，绝对无这个现象。台南市议会是一个团结的议会，伫内底是各派系各自表述，各政党家己讲出伊的理念，甲政党的诉求，内底拢会当安怎讲，但对外是团结的。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呼吁着大家议会的这个和谐。这个内容甲这个参加的人愈来愈多，我非常感谢。我过去一口选出来台南市议员第15届，非常感谢。迄个时阵做者咱县议会真侪咱的先辈非常咧帮忙担心，所以认真，但是讲无拢有法经过大家担心都变得小可了解。但是呢，最重要是咱的经验的传承，咱的真侪为民服务的这个传承非常感谢。而且嘛要祝福咱的联谊会会务会愈来愈好。会中议长甲议员嘛一一甲历届议员来翕相留念，并且随道敬酒。议长郭信良，并且邀请历届议员协进会理事长单调来，甲所有议员前辈，希望伫个圣诞到元旦之间，倒来议会行行看看。因为到时有一连串的感恩系列活动，包括灯会、花卉的展览等，邀请所有市民共同参与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